洪台用柳下晡发布陆上警报，包括花莲、台东、还有彰化以南拢是警戒范围，有国明仔载风雨会上大。有专家指出，洪都拉斯有可能在大选了后和台湾开阔邦交，但是政府是表示会继续关注，来确保两国的利益。意大利有业者推出山洞旅游行程，让游客会当到地下参观，唔免拍日，嘛会当入捌当地历史。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新闻头起先做伙来关心这中度洪台用柳是直往台湾架过来。今仔日下晡嘛已经发布陆上警报，有讲明仔载会为华东地区来登陆，而且这风雨嘛会真大，而且全台湾拢会落雨。除了花莲、台东、高雄甲屏东，即马是连彰化以南的地区嘛列入去警戒范围。有果是为沿岸开始就会落尽雨。因为明仔载雨势是愈猛，各地就要做好防灾的准备。最新的消息就是，即马嘉义县、台南、高雄、甲台东是已经宣布明仔载要停班停课。用柳洪台渐渐挖进台湾，宜兰东湾一个装置艺术神努比亚开始释放。拜日下晡6点开始，已经成风雨。鼓山岛嘛是已经成风岛2天，农民无用风范，因为三星葱仔当地采收，农民赶紧去葱仔园铺稻草，希望减少农作物的损失。你若无甲绑起来，没有把它绑紧的话，台风来的话压掉，雨水也搁压落去，迄稻草就会较紧熬。镜头外看，云林县水林乡顶个月当那时洪台来时阵，甲一寡老旧厝的厝顶拢吹了了，有一寡居民的厝，甲即马都还未完成重建工作，即阵搁爱面临用柳洪台侵袭，真正是真无奈。洪台搁要来啊呢？明仔载要搁来啊，嘛会烦恼啊，因为看嘛袂好咧啊。啊，搁下年咱会坏呀。2礼拜前，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已经造成水林乡真侪所在淹水，有一寡地势较低所在淹水超过50公分悬。所以，这届因为用柳洪台要来，乡公所已经准备39台大型抽水机要来运用。针对这一次洋流台风的来袭我们水林乡公所也准备了39台的抽水机。以及中午会有300包的沙包会运送到公所，提供给民众来索取。因为中度洪台用柳快速移动挖进台湾东方海峡，毋但强度增强，暴风圈完有扩大趋势。气象署下晡2点半发布陆上洪台警报，预估拜三影响台湾上激烈，可能拜三中昼即卡到登陆台东附近，警戒范围包括华东甲中南部地区。陆上警戒区域，从原先的在花莲、台东、高屏地区之外，这一报也增加了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而目前的海上警戒区域，则是包含了台湾海峡、台湾东半部海域以及巴士海峡。气象署提醒，拜日暗时开始，大台北、宜兰、花莲东半部就会开始落尽雨。拜三东半部、嘉义以南地区会有局部性大雨，也是大水雨顶级的降雨机会。但是风力方面，气象署已经发布台东地区红色强风警报，局部地区可能有平均风力12级以上，也是阵风14级以上的发生机会。各地沿海原有平均风力9级，提醒民众避免去海边啊、甲山区活动，提早做好防范洪台准备。记者采访报道。即届洪台扫来台，这华东地区是先受灾，为着避免这崩山湖的水溢出来，这花莲的马太红溪溪尾的居民是已经先撤离，因来台东的各地嘛赶紧来准备沙地啊，防止做大水。在马太岸溪下游已有工程人员到场准备监测水位，就是因为上游的堰塞湖在为怕台风后土石加剧崩落，虽然距离下游住户有11公里远，但就怕这次台风的大量豪雨还是会有安全隐忧。花莲马太岸溪的顶游伫顶个月形成的崩山潭，都惊发生强降雨有淹涝的风险。中央成立警戒小组，12预防性退伫水尾的民众超过600个人。我第一次碰到啊，是很不方便因为家里有2个重残的，强制撤离啊。是内政部部长直接下命令的，不行，也是要抓走了。就是这样安全问题，也不能说留下一个出了问题啊，大家就麻烦了。公务乡公所的人员紧急甲村民撤离，军方嘛派车到甲因再送去安置所，嘛影响明地村嘛开始撤离，因为真侪年前都捌发生这崩山潭崩起造成死伤，好真侪人是真烦恼。水利署和乡公所的人员是加紧脚步去沿岸来勘查，而且塔太空包来防灾。都很担心啦，他是说比较低洼的，靠近公寮、靠近那个水位的，
我们比较怕。在东岛进前，华东地区虽然日头是正大，但是在台东绿岛迄边，客轮早起嘛开始的航次，差不多1200游客登来台湾。东岛过后是宣布停赛。提前大概多久时间？提前2个小时、3个小时。游客旅游的心情拢无啊！台东当地的观光名区金城武树嘛启动风台措施，就惊2014年7月卖着武风台精选国定演，会因为风球头壳倒去。也不希望说影响游客的兴致啦，可是毕竟安全才是重要。7日8日西南气流真正系大家都应该足惊的。台东市公所是准备一大堆沙包，予民众来领。轿车、奥多摆是摆到倒长，雄雄警车出现，原来不是要来疏导交通，是管区的警察烦恼讲会连派出所拢淹水。饭店的业者赶快唔敢大意，除了沙包准备好，窗仔门嘛拢用大布搭好。其实雨还好，但是大部分我们就是怕风，所以我们有一些机器，就是说因为半露天的，所以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就是防潮啊，就是覆盖的方式。在风台洋流登陆的位来看，华东地区第一个受影响，13几天甚至是风雨上明显的期间，都惊伊的雨势会造成灾情，民众把握时间做好风台准备。记者综合报道。顶一逝在丹那市风台过了，在台南有真侪所在厝顶是拢也未经受雨势，即摆阁有风台要来啊！会当讲是无米，阁拄着闰月，就惊这风雨若是来，厝顶会阁漏水。另外，在台南的丰神庙嘛举办祭天科仪，祈求台湾会当平安度过这届风灾。趁好天，7个居民赶紧绑绳啊，来大埔旁顶回丹那市甲整个南部地区升甲真正烂。这回风台洋流阁接落来，大家心惊惊，就惊家园豆豆咧恢复，规个阁害了了。目前那7个家大部分百姓拢已经看埔旁，有部分因为工人无够，地势沉着，有民众烦恼甲无法度困，就惊风雨来厝会漏水。因为雨来迄种嘛，你埔旁看不开吼，嘛共款漏啦，啊嘛是共款会滴啊。啊是啊，来无换啊，我都无钱通来，迄打起爱可能爱伫迄30外，规间砍起来。你本来小可啊，因为你拢砍砖啊嘛，那攀布会休啊，休起来，你去弄着包叶伞，本来小可煞变大面，也个就去较困扰。另外一边伫北门区嘛，趁风台来进前，先甲厝的厝顶经固定好势，做工的师傅嘛当咧赶工。虽然讲遮即阵伫2间学校有设安置中心，毋过居民也是较惯势伫咧家己的厝。风台入来话，拢死守家园嘛，是拢咧顾伊家己的厝啊。然后赶紧赶紧家己加强车工啊，再叫赶紧来甲完成迄个厝挂较无好啊。人咧讲，也着神，也着人，主事风神雷公电报的台南丰神庙，嘛主动透过传统歌仪，伫庙埕头前摆天案，用50道摆出台湾的地形，叫24个节开的顶，要祈求掌管天地气象的神通保庇。那封神爷，我们在拜拜也是一样，像替各位群众啊，然后各位台南市民啊，甚至是整个台湾，我们这边都有去做一个祈福的动作。进前风灾大水后，地势台南灾情真严重，这阵风台豆豆啊挖来，就毋忘祈求这趟国泰平安。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为了反制中国一直对咱做军事威胁，国防部按算上紧9月会提出特别预算，买无人机、搁飞弹等等的军备，这规模是有可能到7000亿，目标就是要加强咱本身的战力。台海无平静，国防部第10日发布，真核强击14台次，其中飞过海峡中线正立北部、西南加东部空气8台次，高结合强舰5台，指挥了台。国军为了要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达到总统热清调宣示的国防预算占 GDP 3%以上，相信9月立法院新会期会提国防特别预算，谈讲规模有到7000亿。我们遵从我们政府赖总统的指导，我们会达到3%。那至于说特别预算的内容，我们会依照敌情的威胁和需求，来逐列编列。那所有的情况呢，现在还在作业当中。对这边军购的项目，陆海空三军拢有提需求。通讲陆军想要买 M109A7自走炮，国建想买海马士多管火箭，增加买 Altius 600MV 无人机。海军是想要买拖式2B 标准飞弹，可能也买中国研发的快技无人艇。也那空军本来想要买1-2无经机，美国不爱买，所以即马转买一个只3型飞弹，甲雷神式航空飞弹系统。前
前3年是快速筹获。那后面的4年呢，有包含了建构生产能量，以及预留了相关的时间，万一有一些 delay 的情形，所以这个特别条例、特别预算是7年期。我们至少可以多一点预警的时间，多一点的空袭的时间，我们可以去预前知道。那这方面的科技，这方面的飞机，如果美国有，我们就应该积极去争取，因为这比较务实的去针对我们的国防有实质上的帮助。王定武讲，这边面的国防特别预算，重点是伫咧和台湾有提供防空的能力。林百祥讲，除了采买武器装备，也应该评估战略物资的需求。后续是否会跟随美军采购 M109A7 自走炮？毕竟它是采用新式的底盘，具有更好的越野能力，同时它的这个炮兵的射击指挥系统也高度的自动化，就是可以进行更快速的连续自动射击。或者讲，国防部编的特别预算，反映国军的战略装备方向是无对称战略，主要采买精准武器，和台湾伫1-2年内面就当快速形成战略。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暂慢甲中国加扣税，这期限是咧要到啊！即马传出川普要搁另外延长90日，另外川普嘛甲回答讲好条件，温准回答的晶片会使卖去中国，不过这应收的15%就要交予美国政府。经过美中高层5月中伫税处谈判了后，双方各自将关税税率降到美对中30%，加中对比10%。原本2个的关税停战，伫美东时间10日透早翻点1分特别到期。美国总统川普10日无证实将暂缓期搁延长90日，不过有真一间美国媒体指出，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We've been dealing very nicely with China, as you probably have heard. They have tremendous tariffs that they're pay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we'll see what happens. They've been dealing quite nicely. The relationship is very good with President Xi and myself. 华媒指出，暂停加扣搁较悬关税期限，搁延长90日。新的期限会延到11月初9，互双方伫春的谈判内底维持即马关税水准。川普同一时间证实，晶片大公司辉达公司已经同意，上交对中国销售特定真光智慧晶片应收15%来换恢复原本做条禁止出口的 AI 晶片。And I said, if I'm going to do that, I want you to pay us as a country something, because I'm giving you a release. I released them only from the H-20. Now. 虽然川普是强调，敢是开放出口降规处理 AI 晶片，不过过去美国政府将敏感技术出口管制，个案理由看作是不可协商，引起两党国会议员谴责。经过强行加做付费换许可的模式，或敌对国家用卖敏感技术。另外，黄金市场伫顶礼拜因为关税威胁出现震动了后，美国总统川普10日伫社群平台指出，黄金未被扣关税，发文了后，黄金期货计价落至0.48%。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中国不时伫南海起雾空，不过这回煞去踢到铁棒。菲律宾的巡逻艇伫咧黄岩岛海峡去拄到中国的海警船，有飞弹驱逐舰，煞去互因这2只船约。结果呢，这2只中国船煞颠倒弄做伙。虽然这件代志中国完全无说明，不过就学者分析，中国将有可能会用同一步来威胁咱的东沙群岛。外面的这边有中国海警船伫后壁对调调，岛边有中国空5-2支飞弹驱逐舰桂林号，2只中国船是对菲律宾海华防卫队的巡逻艇苏罗安号酷酷约，画面是真惊险。中国菲律宾伫南海的黄岩岛海峡是发生冲突，菲律宾海华防卫队11伫面册发出影片，讲苏罗安号面对中国海警船和中国军舰桂林号甲夹起来，落尾是成功脱离，无想到后一秒海警船弄着中国军舰弄甲真大声。Should you need any assistance, we are willing to provide assistance. 对司法的相片会当看到海警船的艦首是严重毁损，桂林号的船身嘛有压着的伤，飞船虽提供救援，但去马尼拉专员拢得到勋章。那这一次的做法，其实只是伤害到他自己的国际形象之外，那也展现出他们在面临这种海上冲突的这个不稳定性。
他们菲律宾迄边肯定尊严维护海峡、保护渔民。中国南部政区对因家己的尊严互相去弄着，是完全无讲着。敢若只讲菲律宾用迄阵运补做理由，硬要弄入去黄岩岛海峡，或者分析菲律宾用透明战略掌握公署权，包括中国操作人地战。所谓的这种极限施压的这种方式啊，我觉得或许我们现在也可以及早先预做准备。碰到这种，那是不是简单讲，碰到这种船，我们是不是有准备，心里有准备，就跟他撞上去，然后来展现我们对所谓的这个为我们自己海权的维护的这个情形。针对中国伫南海进行极限压迫，想要来协助菲律宾，学者警告讲，无排除中国嘛会对咱的东沙群岛用出同款的手段，考验海巡以小博大，守护主权。记者综合报道。咱进前的友邦洪都拉斯11月就要举行总统大选，最近就有专家分析讲，因真有可能会和台湾重新建交。咱的国家部是表示，会继续关注洪都拉斯选情的发展，伫咧符合咱国家利益甲尊严的情形之下，来探讨双方未来发展。咱国前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要伫11月举行4年一届的总统大选。那美国南美问题专家最近投书到英文的新闻杂志《外交家》，分析洪都拉斯可能甲台湾重新建交的3大原因，包含中国的经济援助是一场空，白虾出口是降67%，真侪为在野党候选人表态甲台湾恢复建交，也希望甲美国修复关系。自由党的候选人纳斯拉亚就捌承诺，若选赢，就会和台湾恢复外交关系，并且谴责中国白下洪都拉斯。国家党的候选人阿斯夫拉也讲，若当选会带领洪都拉斯疏远中国，亲近台湾。现任总统卡斯楚所属的自由定建党，即届是派现任的国防部长门卡达争取继续执政，但是伊也未表态，敢要甲台湾恢复建交。因为洪都拉斯一直传出乌西歹代，加上民调显示，敢若10%的民众认为国家的经济状况好的情形之下，自由定建党方认为连任的前景无乐观，不过反对的阵营分裂，和局势充满无确定性。目前上新的民调依然呈现3大主要的政党分裂的状态。外交部持续关注洪国的总统选情发展，我们会依照我们就是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然后维护我们的国家尊严。那后来来探讨说双方未来关系发展的可能。咱外交部表示，对会当提升台湾国际地位、扩大外交空间的任何可能，都以维护国家尊严，并且平等互惠原则来注重。因为对于洪都拉斯调查人士，也拢有保持沟通的管道。任何一个候选人他在竞选的时候讲的那些话啊，等到他真的进入政府之后，看到自己的债务100多亿美元的债务这么高啊，他也许就会改变主意了啊。我们觉得要思考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今天从中国要求没有得到的东西，他今天要跟台湾复交，他会回头跟台湾要求的。学者指出，过去伫洪都拉斯选举当中，含两岸的外交情形通常是以政治语言较济，也可能是候选人向中国救票的策略。对于相关的讲法，应该保持关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以色列军方又搁空袭加沙，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有5个人是半岛电视台记者和工作人员。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这以哈战争到今，上无是已经有242名巴勒斯坦的记者伫咧加沙过身。就算这国际社会一直甲谴责，这以色列到今也是坚持无要停战。4个半岛电视台记者甲一个助理伫加沙东部西法病院附近的텐斗内底，互以色列军方攻击死亡。病院的主管讲，这件攻击事件拢总造成7个人死亡，其中也有1个人是定定甲当地媒体合作的自由记者。以色列军方讲，这届空袭是锁定一个叫做半岛电视台记者哈马斯小组的领袖，并且已经甲拍死。以军这种讲法，互半岛电视台强烈的谴责。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为2023年10月27日。以哈战争发生以来，至少有242个巴勒斯坦记者伫加沙死亡。ما حدث ليلة أمس كنت أنا قاعد في خيمة بجاور هاي الخيمة فجأة ما سمعنا إلا صوت انفجار نار هبت الشباب اللي حوالي كلهم اتصابوا الحمد لله أنا كانت إصابتي ردود من جريت تعثرنا طلعت من الخيمة لقيت الخيمة كلها متقعورة根据法新社报道，自从法国总统马克宏伫7月底表明伊会伫9月的联合国大会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后，到目前为止，伫193个联合国成员国，至少有145个国家，超过3%的成员国已经也是计划承认巴勒斯坦建国。除了加拿大甲英国、澳洲伫11表达甲盟友美国无共的意见，嘛要承认巴勒斯坦国。
Australia will recognise the right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to a state of their own. We will work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make this right a reality. 伫加沙战争持续的时阵，一直投资以色列喷射战斗机、发动机零件商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伫12表示要卖因投资的11间以色列公司，因为这公司已经违反国际法，违背财富基金的宗旨。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资金来源是真大的能源出口收益，因是全球规模上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价值差不多代表57兆，伫全球投资超过8600间公司。啊，毋过就算以色列去互国际社会谴责，总理纳坦雅胡伫70表示，以色列的军队已经控制加沙差不多70%至75%的地区。因嘛宣布要加倍进攻加沙，因为以色列无法度选择，敢来当完成任务，彻底打败哈马斯。公司新闻新乐会编译。在全球的气温直直升高，伫咧意大利着业者推出这款山洞旅游行程，带游客到地下参观，唔免泡日，嘛会当认捌当地历史。辣椒 BBA 讲，会当看到有袂少游客伫山洞内底咧看展出的物品。极端气候影响全球各地出现高温的天气。意大利中部城市纳尔尼，就业者利用1979年发现的地下考古遗址，推出旅游的行程，让游客当参观地下的山洞，抑个宗教裁判所时代所设的架构，唔免伫外口泡日，热到要昏去。Allora, penso che abbiano una parte di importanza comunque che la gente cerca posti più freschi dove andare a svolgere delle attività durante il giorno, prepararsi dalle ore più calde, ma ritengo che sia comunque un sito che merita visite al di là delle temperature più afose, insomma, dell'ultimo periodo. 纳尔尼地下遗址的负责人尼利表示，虽然极端气候也影响地下土层，和山洞的平均气温有小可增加，但是也是有真侪游客来这体凉。那另外一个欧洲国家波士尼亚中部出名的出世景点雅古里纳，因为伫中海北的山区，气候秋凊，也对2017年开始伫热浪开放度假村，吸引游客来这佚佗。Ljudi sve više biraju planinu kao destinaciju za svoj ljetni odmor. Razlog tome je vjerovatno zato što su temperature i do 10 stepeni niže. A svakako i vazduh je ljepši, ljepše se diše i mi na Jahorini imamo preko 20 atrakcija koje nudimo našim posjetiocima gdje mogu uživati. 除了中海北的山区，波士尼亚首都塞拉耶夫郊区的树林，因为气温保持伫摄氏24度到30度，有真侪游客去遐旅游。边个国家克罗埃西亚的滨海旅游胜地杜布罗夫尼克，因为去遐体凉的人上过侪，当地佫限制旧城区的车通行的数量，并且规定邮轮旅客的数量日时袂当超过4000人。受到气候暖化影响，民众体凉的步数是800款。欧盟哥别年气候服务中心的统计报告显示，欧洲当正做全球暖化上紧的第6。暖化速度强要是全球的2倍，其中法国南部的气象站一时间侦测到41.6度的高温，有4个气象站的气温创历史新高，佮引发野火风险。保加利亚、西班牙、明德内哥罗是拍拼控制境内各地一直发生的野火。2025年有可能成做欧洲历史以来上热的其中一年。公司新闻陈思龙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